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建昌，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，我一当甲等你回来。文英，我会足思念你的，我一定想要倒转来给你。我嘛想你，你一定要平安倒转来。 你若来答应我，你也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你一定要等我，知影无？我会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。爸爸，你家己身体要保重。这领叶仔你走咧，要去乌水沟哦，风险较大，海风冷叽叽，较袂去互寒着。 我不会让你自杀了，你天天走了。我有讲过，我无生你这个后生啊。就算讲我死伫外口，我嘛无要用你的杀啦。你走啊！我拜托你，你走啊！你跟我走啊！ 你来啊！人都交互你噻。来走。走。好了，来，这样子没？哪里去？好，行了。你啥来搁甲掠倒转来？我头家毋是叫你1万块，你为啥搁甲掠倒转来嘞？文英啊，你千万是唔通怪我咯。虽然讲哦，恁头家哦出1万块甲你小心，啊，毋过哦，这届是恁头家娘的意思。头家娘？哦呀。哎。啊，人伫遮吼，你甲我顾好，唔通甲拍起家去哦。啊，伊较早穿的遐衫吼，甲我穿来，用啊无，就叫伊接去。好，好。你把衣衫穿来，是。你这样就错啦，跟学生打扮啦。老彩魂。 周文英，你即摆伫倒位？周文英，你毋是最爱做人的第三棒，我毋若互你做第三棒，搁要互你做第四棒、第5棒。 建昌，你无可能有第三棒啊！你的身躯边只有我这个大宝，你要好好疼惜我，
咱的囡仔。汽车，你到底要创啥？啊，伊变做？伊哦，我来处理。哦。文英啊，你嘛莫甲遐一直吼啦，咱这边安尼装较水水，哎吼个安尼敢会看笑啦？来来来，紧点，迄粉哦洗较薄薄，啊装较水吼，才可以接人去，吼，紧啦，吼，紧咯。文英啊，你嘛较紧嘞，你老板咧等你啦。我在想要吐。文英啊！文英啊，好袂？紧啦，行啦，恁老板咧等，行啦。哎呦！来，歹势，恁老板，歹势啊！你等下久啊！来，安那，恁老板，妈妈啥？水无？赞！咱头较紧，来啉酒。来啦！我来。啉着哦。妈妈啥？我会做你啦，吼！我的好啊吼，啊照顾。我知。做了你老板好好安排。啊，我先起来啦。先起来。我听你讲吼，乡村家店内底吼，你上水一个，较上命。烧酒你袂啉不要紧啦，吼！来，你食一个。妈妈，讲啥话啊你？来，头来，马上啊，你看嘛，真的来你啦！是的，你看嘛。压啦干死你啦！拍手。你写从啥啦？我这啦！我水甲你安排，拍谁啊？你老板，你行啊，你无。拍手，完了，明明甲你换一个哦。快进来啦！屁事呀！无啊，你写笔上，我今头刚叫你叫人给你啊，你就甲我不支持啊你。哦呀，去叫一个医生来看卖，讲人咧无爽快。好了。电话，叫一个医生来看卖啊。啥？你为啥讲唔甲我讲？这是，你怎生气啊？我巴肚内有蛋紧张起来，你啥人袂讲话？你倒去，你即马等于当家。你即马在讲啥物？你即马在讲啥物？你甲我讲清楚！即马讲啥物？你甲我听清楚。你即马等于当家。为啥物？为啥物？我为着你连死拢惊，我为着你梦见全天人甲我追笑，你竟然叫我等于当家，我是要替什么面等于当家？当家人是要接受我？真是，刚刚你对我爱拢是假的事。你即马若等于当家，因共款会接受你，因只要若知你有当家的骨肉，因共款嘛尊重你，而且你会当当家，继续做你的二头家娘。我袂做什么二头家娘，我袂什么尊严，我袂什么地位。真是啊，我刚刚希望我会当跟你斗阵，我刚刚希望我会当跟你斗阵，你知无？你回去。我不爱，你听到？你回去啦！我本来想讲，我离开大家，会当跟你斗阵，是我上好的选择。想要讲，我还是选唔对啦。彩云，你做什么去倒？你要去倒？既然你都袂记我，
等下我阁无倒倒转去，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我阁会当去倒位？你哪讲啦？你是有啥物路用哟？你若问你，我就讲我是啥死死。彩云，我只是袂看到你对我艰苦，袂看你替我袂好。我是败卡的人，我一世人拢无当去趁钱，维持咱两个人的生活。我袂看到你对我这苦，我袂看到你对我安尼艰苦。我毋是叫你家己带走，你搁带转来创啥？啊，人无爽快，啊有心是要咱接人客啦。你有心啊？对啊，这个人无爽快，啊妈妈上叫医生来甲看，啊验了有心啊。人交倒来用你啦吼，来走啊。这药我来做就好啊。药我已经做好啊啦，摕碗来。头家娘足烧的啦！行来我的房间。忍落去，我叫你忍落去。头家娘，这不是你要啉的安胎药啊？这是要互你啉的下体药啊！头家娘，忍落去。你莫叫我！就问你足大胆的哦！竟然甲建昌偷来暗去，你目睭来看我这头家娘啊！我今仔日无甲你拍甲老体哦，我无叫做去宿丁啊！你莫怪我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头家娘，我求你，有法度来你啊！是建昌的人，我是咱太姑娘。我叫你莫伤害我。好，我袂去伤害咱家的骨肉，但毋过我会当伤害。从今日开始，厝内所有粗重的工课拢交互你去做。你也敢甲我发帖？你甲我试看卖？春瑶，哎呀！你拢有听到啊？吼！出去破茶！为着建昌，为着我巴肚内囡仔，我一定爱忍耐。
即马有心地的吼，即款工课我来做就好啦。春香，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啦。这粗重啊，我做惯是啊，好我啦，你边仔休困啦。我做就好。好我啦，你边仔休困就好啦。春香，别吵啥啦？大家就别怕我。上好莫给我后改，若互我知影，我就当你的面，我甲伊拍死。春香啊，你安3更半暝大细声是有啥物代志啦？我3更半暝走来找你，一定有代志的嘛。啊，即摆又搁有啥物大代志啊？我煞毋知你文英啊。啊，文英是安怎？我讲甲你吼是走甲暗道的。我甲今仔日吼，才知影讲吼，你当初是安怎要向龙离开蛋噶？原来就是为着文英啊头家哦有暧昧的关系哦。啊，讲到这文英啊吼，实在够可怜。迄头家娘吼，一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气甲是皮皮喘，所以甲文英啊吼送倒转去地点啊了。哈？免紧张啦，迄地点的保镖吼，佮甲文英送倒转来啊啦。甲文英送倒？系啊。但是安怎？煞毋知影，文英啊有心啊。文英啊有心啊？系啊，佮较凄惨的哦，遐倒来的囡仔哦，头家的啦。啊吼，迄个头家娘是安气甲安尼强要掠狂啦。我从来对文英啊一直甲苦毒，一直甲苦毒，叫伊着爱破茶，叫伊爱打水。哦，连我哦叫伊斗相共吼，都叫头家娘举杀手人来喊呢。我讲吼，后摆我若甲文英啊斗相共吼，讲要当文英啊面，哇，我甲拍死啦！我是那么可怜的啦，我心搁叫泪。春香，害你去互头家娘骂，我心肝内感觉足艰苦，真是的。以后你都莫阁甲我斗相共。一摆送物件互查某囡仔吼，伊才欢喜的啦。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我要照顾你一世人。这款的日子，叫我要安怎过？坚强，你叫我甲我巴肚内囡仔，是要安怎？